来看回观新批的驾驶的空军 F-16V 战机，昨暗在进行夜间训练的时，飞官亲像伫华人横滨外海跳伞，目前是个失联。空军今仔嘛公开说明，讲这飞官伫昨暗7点27分的时，伫高度7600英尺有回报讲高度是一直的落，讲三台伊要跳伞，也毋过伫短短1分钟内，战机的光点就消失了。空军是表示讲无法度判断讲这飞官敢有顺利跳伞逃生。目前国军空勤总队和海巡拢在拼全力在搜救 F-16型的战机，嘛全面先停飞来进行检修。搜救人员伫咧低温、天气歹、甲时间咧走标，目前要持续伫咧花莲外海咧走找，嘛帮海南搜救切入浮标，希望赶紧找到这个墜落海的空军上尉。海军军舰出现伫咧发生意外的海域，不过拄着海顶天气歹，机动雷达车嘛展开搜查。国军伫咧空中派13架次，海面派11架舰艇，嘛部署119个人伫咧岸边加强搜救。飞官新北嘅车辆西编号6700的 F-16V 战机，执行例行式夜航训练，为花莲基地起飞。想袂到要转来的时阵，伊有先回报伫咧云中失散去，而且关度持续降低。了后，佫回报3架要跳伞，人就失去联络。暗时7点29分，伫咧花莲基地南平31海里的所在，光点消失。他是有呼叫跳伞、跳伞、跳伞，现在这个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讯号的求救讯号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事证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。他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他空间迷向也报出来，同时他检查他的高度表已经下调。我们飞行员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弹射跳伞，所以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空军表示，目前还无发现战机的残骸。针对 F-16V 发生意外的原因，除了可能甲失去方向感有关系，新北嘅驶的这台 F-16V，去年11月份出厂到今，敢若有一般性故障，伫训练进程拢有检查甲维修。不过，伊伫事发迄当阵，有回报无做化任务电脑 MNC 出现故障，引起关注。飞行员在返场训练过程中呢，确实有这个报告说 MNC 有发生故障。他并没有回报说有哪些装置故障，不管不知道是1级还是2级。比如说 MN7，它管了很多东西，包含雷达，包含这个航电各方面的，它会告诉有代码出来，所以我可以记录那个代码，知道说对我哪个系统产生影响的。国军除了以坐标消失的所在扩大来搜查，空军嘛表示，目前掌握到的，敢若有即只发生意外的战机有 MMC 故障的情形。针对这点嘛，下令 F-16型的战机执行天安2号特别检查，全面停飞，确保飞行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